继续要来讲盐水有一种味，真侪人唔敢食。若是把这个盐水摕来掺咖啡，会较理想无？中华宝岛的三小班为着要来推广盐水，甲饮料的业者合作，来研发着盐水咖啡。真侪人讲不只要好啉哦，但是也是有人无法度接受。 这杯拿铁咖啡层次分明，上顶层是牛奶，中央是咖啡，上下层青青，敢是茶碗？没看过香菜加入饮料里面。伊讲了无唔对，上下层青青的部分是盐水，盐水磨做粉，淋烧水落拉过，搁倒入咖啡内面，含这个牛奶，顶面搁放淡薄盐水，这杯就是盐水拿铁咖啡。 它就是里面放香菜，然后上面是奶盖，就很好喝啊。加在香菜味里面很新奇，然后是北岛人第一次听过，要来尝试。盐水是中华宝岛的农特产品，当地产销班甲饮料店合作研究出盐水拿铁咖啡，和未少人惊到。有一开始我们给他，我还会退后好几步，然后说这种是恶魔的食品，然后赶快退后这样。 真侪人无爱盐水的气味，其实盐水真营养，有真侪维生素、红菜头素，还有丰富的矿物质。业者为了推广盐水，想尽办法，佮将盐水粉号名叫做大石抹茶粉，调味了，佮淋入去拿铁内面。伊的企图真明显，就是希望讲，互更较侪人接受盐水这款的口味。